重视学校营养午餐品质。同时，让学生食甲营养又够美味。教育局每年固定举办厨艺比赛，并设定主题，让各校去发挥。今年以节庆加创意料理为主题，大型各中就以帕洛米这道料理摕到金牌。我们这次呢，厨艺大赛设计的就是以台南府城特色美食帕洛米。因为呢，帕洛米其实呢，就是我们台南市嫁娶的时候的一个大家都必吃的一个吉祥的食物。那我们在每年校庆的时候，我们学校也都会就是特地为学校的生日快乐，就是校庆就是办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那除了呢帕洛米之外呢，其实还有会让他们吃学生喜欢吃的主食，就是鸡腿还有蔬菜等等这一些。所以呢，其实在学校里面，学生呢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校庆的来临。那校庆呢，对我们每一个学生师生来讲呢，都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庆祝的一个节庆。所以我们就用台南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台南美食帕洛米来象征我们呢校庆顺利圆满。另外2间著名学校分别是海东国小应用7色拜祖母，祈求囡仔平安健康，并将自备的油饭改为5谷米，兼顾特色甲营养，摕到银牌。另外，东区复兴国小以春节料理结合日式饮食，以圆仔表达团圆，搭配着番薯饼甲毛豆泥做伙食，展现创意。厨艺竞赛前3名获奖的团队，我们会用做影片的方式去记录营养师尤其是厨师，他们在厨房第一现场每一天挥汗如雨但是很厉害又能够准时的出餐，这样子辛苦的点滴，我们用影片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呈现学校厨艺比赛成果甲过程，教育局为入选学校拍摄影片，记录创意发想甲料理的过程。教育局这款比赛，除了展现台南市对着学校营养午餐重视以外，还有清教饮食教育伫咧内底。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